位小朋友、家長、導師平安，我係禱告勇士黃之晴。今日係12月14日，距離聖誕節仲有11日。我哋進入將臨期嘅第3週，我哋會燃點嘅第3支燭光，代表喜樂，提醒我哋呢個關乎萬民嘅大喜訊息。呢個訊息臨到卑微嘅牧羊人。教會喺12月25日舉行聖誕嘉年華，等我哋一同為社區中不同嘅家庭禱告，讓佢哋有機會認識主。不偏待人嘅上主，你首先揀選咗我哋，使我哋活喺社區同好友當中，發揮作鹽作光嘅功效。喺競爭嘅地方散播真誠友誼，喺冷漠嘅地方堅定彼此相愛，使我哋活喺令呢個世俗文化羨慕嘅基督群體，吸引佢哋認識耶穌。因此我哋為缺考而及每一位被邀請參加聖誕嘉年華嘅朋友街坊祈禱，求主散開眾人心中嘅阻擾，使佢哋能自由回應耶穌，接受上主嘅拯救，誠心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如果你完成咗禱告，請叫爸爸媽媽將你嘅禱告相 send 俾你嘅導師，我哋會將相片貼喺教會嘅蠟燭上，以禱告迎接主耶穌。